睡眠咁重要咧，當然要一張好嘅床褥啦。咁喺大阪屋企嗰張 Emma 床褥咧，之前就同大家介紹過啦。其實我喺香港都有一張嘅，呢張就係德國 Emma 嘅太空靈感床褥2.0，太空靈感用咗最新嘅 Air Grid 技術。好啊，咁我將佢攞翻入房先，啱啱喺間房攞咗出嚟，都唔係好重啊，所以你見我都好容易將佢推嚟推去。好，咁呢個就係我嘅閨房啦。非常之簡單啊！瞓上去真係又清爽又透氣又放鬆，佢入面仲有大面積透氣通道，再加埋無限袋裝彈簧系統，支撐力一流，散熱又快，唔會瞓到焗住或者焗汗。成張床由上而下係幾層設計，最上面係 Ultra Dry 透氣布套，可以排濕保持乾爽，仲可以拆出嚟洗，好方便。第二層就係 Air Grid 泡沫層，呢層最特別，佢彈力好高，瞓上去唔會有陷落嗰種感覺，好似浮喺上面咁，支撐好實淨。再下面就係 Aerofoam 透氣層，幫張床通風得更好，成晚都保持清爽舒服。之後就到 Memory Adapt 記憶棉層，佢會貼合你身體曲線，平均分散壓力，瞓得耐都唔會覺得攰，個腰椎仲可以放鬆晒添。最底就係 Support Base 記憶棉，再加埋7區獨立袋裝彈簧系統，根據頭、肩、腰、臀、大髀同埋腳每個部位都提供唔同嘅支撐，點瞓都啱位。升級4邊泡沫加固技術，全面強化床緣支撐能力，無論點樣翻身或者坐喺床邊，都可以感受到更加紮實嘅承托感同埋安心感，支撐力更加好，有效延長床褥壽命同埋睡眠品質。咁瞓嘅時候咧，就會覺得個身好似沉入去咁樣嘅，但係又唔會焗住或者太軟，條腰同埋脊椎咧都有被托住嘅感覺。朝早起身條腰就冇之前咁硬，感覺係舒服貼身，但唔局促，用料質感都幾紮實。加上每次翻嚟香港都安排好多工作、行山運動、行路等等，所以瞓覺休息嘅時間有一張咁舒服嘅床褥咧，對我嚟講真係非常之重要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，因為 Emma 嘅官網做緊聖誕節優惠，低至5折，用埋我哋嘅專屬優惠碼 Osaka JAI01，仲可以有額外9折。去影片介紹欄睇下詳情啦。